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3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今仔是空勤月票 T-Pass 开始使用头一个上班日，因为民众唔知台铁有些专用通道出入口拢拆掉的。气象局早起针对云林、花莲等这关系发布高温资讯，为方面的台东可能会有小风，明仔开始会愈来愈热。300亿的中央扩大租金补贴，今仔开始办理，18岁以上的民众拢会当申请。高雄嘛利用囤房税，搁再扩大补贴。新闻开始来看，今仔是通勤月票 T-Pass 开始使用头一个上班日，一寡坐台铁的民众唔知影讲爱行专用的通道，所以出入口人拢太。交通部长王国材问讲，伫年底之前开放台铁全部的通道拢会当入 T-Pass。另外，未来共享机车敢会当嘛使用 T-Pass 的？交通部是强调讲，尊重地方政府的决定。尖峰之间，人真侪 T-Pass 正式上路，拄着拜日第一个上班日，台北捷运整体来讲拢真顺利。上路了后，到拜一早起8点，北捷使用 T-Pass 次数有将近34万遍。对于居住比较远的地方的乘客来说，它会非常方便。有用桃捷或是火车的人，应该就会省蛮多的。反倒来代替台中捷运甲机场捷运，因为票证系统也无建设完成，民众爱先行 T-Pass 专用通道，到底要行倒一个出口，常常有人无傻。另外，民众需要临柜前申请将钱放伫内底。基隆市长贾国良也希望未来应推出自动将钱放伫内底的功能。希望跟交通部一起研商，如何未来可以做到自动储值。不过，先让这个月票上路，先让民众习惯。像机捷哈，像台中捷运哈，这个部分他们还包括我们台铁都是这个专用的通道。那我们预计是希望在年底哈，把所有的各个闸门都把它建立好。年底之前开放代替全部出入口拢应通过，也希望促进员工消费。总统串门透早也甲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等人去机捷来巡视。串门表示，若通勤负担低，民众都应扩大居住的选择，给大家带来一个生活的减压。那么，尤其是通勤族的减压。台铁产业工会是指出，台铁上路问题真多，亲像车长的总机无法度辨别旅客悠卡是毋是设定 T-Pass， 若查无入站的记录，到底是毋是爱补票，是毋是正做倒票？王国材表示，若政策无问题，未来就会继续。另外，共享机车未来是毋是加入来，是尊重地方政府的决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清境农场往合欢山武岭地在14架线18.7公里，翠峰路段张崩山，伫昨下晡抢通路，也毋过今仔透早6点外又搁崩山哦，双向的交通拢中断，公路总局嘛一定会抢修咯。目前台14甲线18.7公里处，因到那个山壁坍方，目前交通双向中断，警方在坍方处的两端设立封锁线。在此呼吁游客提早改道，可以往那个例行方向，往梨山方向、大屿岭方向、花莲方向。目前等待公务段抢修后，我们会疏导下山的游客。这路段因为最近山区过道拢会落大雨，所以头一日拢真把水哦。昨早起崩山，下晡3点半抢通，也毋过今仔早起6点外，同一个路段又搁崩山。警方是表示讲，早起崩山的面积是比前一日较大，目前双向的交通拢中断。警方嘛伫翠峰、雾社甲上山路等路段来进行交通管制，玻璃工务段一定会抢修路，按算下晡会恢复通车。再来看南部的天狗日疫情继续的传烧，云林县伫初二佮增加4例天狗日的确诊病例4例拢住伫高坑，目前云林县计共有6例。另外，佫有一个住伫台中的男性因为正接往来台中甲云林，伫云林快筛阳性，就留伫云林治疗，嘛已经有通报台中市的卫生局咯。清洁队吹沙透早来到高坑乡河浜村除药啊消毒，每一户的民众也拢无用力甲环境变好清气，就是惊讲天狗日搁摊开。迄个我拢有甲倒掉啊，水拢甲倒掉啊，水拢甲倒掉呀，用泡粉。无倒掉袂知，无倒掉伊内底是蟒虫啊。今天是整个荷包村呐，嘿，
它本身这个部落里面全部今天要把它喷完，下午是那个高粱。雲林縣高坑鄉最近陸續出現天狗熱確診嘅病例，進前有2例是佇咧高坑東河村，衛生局嘛來設天狗熱快篩站，隨之佫增加4個人確診，分別是住佇咧高拿村、荷包村，其中荷包山東回公園因為觀光客特別多，所以自今仔日開始要封園1禮拜。桐花公園已經有進行消毒，那短期內目前是暫時封園1週。暫時封園1週，那所以請大家到山區去還是要注意這樣。雲林衛生局表示，另外有一個50多歲退休的查甫人住佇咧台中南屯，佇咧驗出確診進前，捌陪親友來回雲林縣和台中市。6月27確診陽性了後，佇咧雲林的病院住院，無轉去台中。目前已經通報台中市衛生局，嘛呼籲民眾都要加強環境摒掃，才會當避免疫情傳開。記者綜合報道。今仔全台灣攏是溫度真懸、真燒熱的天氣。氣象局早起嘛將對雲林、花蓮等7個縣市發布高溫資訊，背後面的台東可能會有小風。明仔載開始水汽減少，溫度會愈來愈熱。大台北地區這禮拜4、拜5嘛有可能會出現37度的高溫，嘛是今年熱人上熱的一段時間咯。所以提醒民眾出門都要做準備，嘛要加啉一寡茶。透早日頭是真美。未少民眾攏甲涼傘、帽仔等等風拍的物件帶出門。氣象局表示，這禮拜天氣是愈來愈熱，全台灣攏是濟雲到好天，而且針對雲林、花蓮等等7個縣市發布高溫的資訊，也那台東可能會出現火燒風。大致上從今天禮拜1開始，整個西南風就會逐漸的增強，台東地區就開始會有這種局部焚風發生的幾率。氣象局指出，拜一天氣甲禮拜差不多，過道局部地區會有雷公雨。不過，為拜日開始到後一個禮拜，受到太平洋高壓增強的影響，水汽減少，吹西南風，各地高溫會愈來愈明顯。大台北盆地甚至可能會出現37度以上的高溫，也是今年熱人以來上較熱的一段時間。週5、週6，在大台北地區可能會有37度以上高溫發生的情況。整體來說，整個溫度高溫的時間都會持續的比較長。氣象局提醒，這禮拜日是各地氣溫可能會到36度至37度，持續高溫燒熱，而且紫外線真強，民眾出門都要注意，唔通拍到傷，預防掉沙，水嘛要加啉寡。記者綜合報道。來看300億的中央擴大租金補貼開始辦理申請一直到明年的年底。這筆補貼會由中央直接匯入去民眾的口座，只要18歲以上攏會當申請。另外，高雄市政府嘛配合這補貼專案，利用囤房稅，針對育兒甲弱勢族群來增加補貼。甲相關的資料摕佇手裡，再來交予工作人員看敢有漏交的。300億中央擴大租金補貼，初三個一個開放申請。透早營建署門口都未少民眾來排隊要辦理。超過65歲了，你的錢是比較少，都2萬多塊。但是最便宜的啊，1萬1，是幫助會很大。溫誤會嘛，又沒有賺錢，有租政府這種政策的話是非常好。這個租金補貼唔但簡化租厝申請的條件，嘛放定下用的對象，只要滿18歲要租厝的人都會當申請。新的住戶是隨到隨辦，舊的住戶唔免閣申請。租厝契約免厝主的身份證號碼，中央撥款直接入口座，無稅籍甲地政資料會當用冊格的方式來處理。另外，高雄嘛增加開辦幼兒租金補貼，甲正業租金補貼。如果有一位12歲以下的子女的話，那就是等於說加碼再給4000元。如果是2名的話，那就是加碼8000。那3名以上的話就是12000。如果是4.3以上一直到這個5萬以下的話，那這個區間市府這邊也有加碼。高雄市都發局表示，這屆是運用囤房稅增加開補貼，目前已經在領300億租金補貼的民眾，唔免閣提出申請，會由內政部去年的資料帶入。也若新的申請戶會當用網絡、郵局寄甲現場申請這3種方式。也若幼兒租金補貼，只要是中央300億擴大租金補貼的核定戶，都發局嘛會主動通知，確認撥款。記者綜合報道。
政治新闻来看，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进前批评讲，郭文地伫台北市长任内无去半条质问。郭文地是回应讲，选举一定会互相批评，也毋过唔通离事实相远。另外，针对另外的议题，侯友宜表示讲，迄一场只要专家的评估安全无疑虑，就会重新启动。也毋过，民进党团是开记者会讲，迄一场的关键设备拢已经拆掉了，而且侯友宜的讲法嘛，甲伊过去的主张无共款。另外，副总统赖清德今仔早起是接见日本3个在野政党组成来台湾的访问团。以司法改革及主政期做诉求，馆长陈志涵、前立委黄国昌号召民众7月16日上凯道游行。13早起陆续到民进党党中央、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竞选办公室、民进党中央党部到摇车批，邀请那日本总统参选人参加7月16日凯道活动。当然，司法改革是一定，既然是人民内心有一个渴望那我也知道说这7年来的确是司法改革做得不多了。国民党接受姚车批，佮表示，下令党内公职用个人名义参加游行活动，针对侯友宜进行批评，国体伫台北市长任内无去半条质询。国民党表示，选举过程当中一定攻防，毋过唔通离事实相过远。新北市起的质询拢是台北市质询局起的。新北市的检验大部分都是台北市的公务局来帮我们盖的。台北市有没有检验完成？事实就是事实。针对能源议题，侯友宜佮表达伊的立场，是一手若经过专家的评估，安全无问题，对重启。副总统赖清德早起是接见由日本经外相前原生司为首，由日本日韩民主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组成议员访问团，这是3个在野政党第一摆组团访问台湾。那台美最近洽签21世纪贸易倡议第一阶段已经签署完毕，台湾也非常期待有机会可以跟日本展开类似的贸易协议，增进彼此之间的贸易关系。赖清德也进一步表示，希望台日应共同合作，推动区域和平稳定。台湾会努力维护两岸和平的现状，也强化国防力量，甲印太民主国家共同合作，达到和平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乌克兰情报单位指出，讲罗西亚军队可能会引爆乌克兰东部一间核电厂。若是发生核灾后，会有30万人爱撤离。也毋过，国际原子能总署是表示讲，目前并无发现核电厂内底有炸药还是炸弹。另外，偶尔搁再发动攻击，罗西亚对基辅弹炸弹，乌克兰的军队嘛，甲罗西亚坦克炸掉。伫乌克兰东南部的城镇安赫德的扎波罗热核电厂。连日来传出有核灾风险，这个所在伫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事的初期，就去罗西亚军方占领到达。最近乌克兰军方的情报指出，罗西亚军方的人员当伫减少核电厂附近的部署，原因也无明确。Серйозна загроза, тому що Росія технічно готова для того, щоб спровокувати локальний вибух на станції, який може призвести до викиду. 不过，国际原能总署6月30日表示，也无发现核电厂内底有带会爆炸的物件，未来嘛会持续监测甲调查。另外，因为核电厂变若爆炸，附近会有30万人爱撤离。乌克兰顶礼拜嘛伫扎波罗热的市区甲郊区做核灾演习，提升民众对灾害的应变能力。На жаль, є проблема в нас те, що ми не можемо контролювати належним чином територію, яка знаходиться окупованою. І це є велика проблема і загроза. Про що ми проінформували МАГА теж. 另外，罗西亚过12天，搁一届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夜间的空袭。乌克兰军方表示，已经把所有的攻击拢拍落来，包括真侪只攻击式的无人机、甲巡弋飞弹。乌克兰嘛公开空中侦察机空袭的影片，内容显示一只罗西亚军方的战车轰炸掉。根据外国媒体推测，这个所在是一个伫巴赫姆特西北边13公里的庄仔头。罗西亚国防部拜六讲，已经阻挡乌克兰军方伫黎曼镇甲顿内刺客的攻击，而且还阁对乌克兰军方的人员甲设备发动攻击。公司新闻，杨间编译。
再来看法国一个17岁少年人和警察断死，引起全国大抗议，已经5日了。有抗议人员抗议人士佮赛车冲入去市长的徛家。这个少年人奈尔阿嬷也嘛要求大家讲，唔通利用奈尔来进行破坏，因为抗议的行动真激烈。总统马克宏明仔载会甲220个乡镇市长见面。拖吊车当要为这台小气的轿车载走。事发地点是巴黎南方市镇莱莱罗斯市市长尚波伦徛家住店内。J'ai entendu quelques pan là vers 2 heures du matin. Attaquer les élus, essayer de mettre en danger la République. 不论分子趁市长规家伙困去了后，开车弄入去放火。市长家后的脚腿、骨头支气需要治疗复健3个月，其中一个囡仔也受伤。检察官表示，此案涉及谋杀，已经展开调查，当查缉行凶人。Jamais j'aurais imaginé qu'on menace ma famille de mort et qu'on ait une tentative d'assassinat dans cette si belle commune et se faire respecter, c'est vrai de. 过去5天，法国巴黎加真济地区，拢因为17岁肺癌的奈尔伫路边乱砸。互警方断死了后，所引起的怒火不乱，煞陷入无稳定的状态。奈尔阿嬷妻子表示，希望因为奈尔之死的全国暴动就此结束，因为奈尔家人这个时阵所需要的都是平静。Je veux aux policiers qui a tué mon petit-fils. C'est tout ce que je veux. Les policiers, ils sont là, heureusement qu'ils sont là. Et les gens qui sont en train de casser, je leur ai dit arrêtez, arrêtez.Ils ont fait ça le prétexte de Noël. 奈尔7月提议举行丧礼，内政部长达马兰表示，迄天伫巴黎郊区南泰尔准备4.5万名的警力。最近暗时骚乱已经无遐尔激烈，也毋过因为市长尚布伦的徛家防攻击。法国总统马克宏星期二暗主持一场危机处理会议，已经预定星期4甲220位乡镇市长等会面。公视新闻黄伟玲编译。来看美国的马里兰州发生大规模的枪案，造成2个人死亡，28人受伤。现场至少有2个嫌犯，目前阁还未抓到。警方表示讲，在地警力卡手严重无够，警察欠也有700个人哦，剩下的警力只有过去的一半尔。巴尔的摩布鲁克林区发生大规模枪击案的现场，天光了，现场已经有封锁线，会当想到迄人阵枪声响，正当惊吓的情形。警方是透早饭点12点半左右接到几路件报案，南巴尔的摩布鲁克林社区一个无得到协准的街道派对，至少2个嫌犯向证人开枪，30个人着枪。现场就以18岁女性死亡，20岁男性送医了不幸死亡，受伤的人年纪13到32岁。Multiple victims. Suffering from gunshot wounds. Our detectives are currently working an extensive crime scene. I want those who are responsible to hear me very clearly. We will not stop until we find you, and we will find you. Until then, I hope with every single breath that you take, that you think about the lives that you took. 警方希望民众会当提供线索。当局也正伫咧调查，警方是当时知影有这个派对，抑个伫咧枪击发生进前，附近深受警察。马里兰州的州长摩尔讲，政府已经对枪击暴力无法度搁忍受啊，将会提供援助。巴尔的摩市警察同业会表示，这件案件发生迄当阵，警力就甲普通时共款拢无够。以前每一个巡逻班有20几位警察，即马只敢若剩一半。巴尔的摩市即马欠700位警察，因指责前局长无作为，每礼拜拢有人辞职，希望市长史考特赶紧补人。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来看法国的德牛犬哦，因为面底底鼻仔毛毛，看起来是真古锥哦，也毋过是因为因鼻仔的结构喘气拢袂介顺，常常拢有健康的问题。嘛因为真侪民众哦爱饲血统顺的狗仔，也毋过血缘上过接近，生出的问题是真侪。所以荷兰伫2019年禁止人工拍种哦，最近阁要提案要禁止民众饲这款动物伴。缅甸主人卡边的法国斗牛犬艾比今年2岁，毛又真古锥，因为严重的呼吸问题，行无偌济路就喘鼻涕。经过电脑断层相关检查了后，伊被塞入手术室，准备接受扩鼻的手术。Walk around to 40 minutes or half an hour, and after that she get tired. 斗牛犬扁片底面真古锥，啊毋过这个特点，互伊喘气真无顺利，最后出现健康问题。伫荷兰的乌特勒兹动物病院，常常收治这种的狗病人。So the issue with these brachycephalic dogs, it means short face.
right? And the face is so short that all the tissues that have to fit inside don't fit anymore. And that means that breathing is more difficult to get the air in, but also the ears are abnormally developed and very narrow. The teeth don't fit together, so they get a lot of problems there. And often there's too much skin with hairs that can poke into the eyes as well. 技术将爱鼻的鼻啊扩张增大呼吸道，手术结束了，爱鼻恢复活力，喘气明显较顺利。虽然目前的医术应改善到骨片先天的生理结构状况，不过医术仍然对听不近亲有种产生的健康问题提出警告。The more pure they are, it means that more and more of the same line has been used, and that can create a lot of problems. So outcross, where you use a completely different type of dog, a mixed breed is often much healthier, correct? 医师也建议，饲亲像斗牛犬这种狗仔，除了自身兽医师，上好用亲目睭看因的爸母的模样。The puppies themselves are always shorter faced, so they always look cute and very nice. But it's very difficult to predict how long the nose is going to be. Yeah, so it's best if you can see the parents. 荷兰农业甲自然部门已经提限，未来会禁止饲有危害健康的特定的宠物，也免公开展示这宠物的相片图像，已经互人饲的狗无伫这限制，希望因保障动物甲主人的权益。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过来消息咯，过来看卫生福利部对去年7月初开始补助肺癌高风险的族群，2档1届免费做低剂量电脑断层检查。到今年6月底哦，有将近5万的民众体检，嘛找出531个肺癌的患者，其中有85%拢是早期的个案哦。这嘛就是讲，这款检查对早期发现肺癌将有帮助。卫福部为去年7月初一开始，甲肺癌放入去咱国第5届的体检，补助肺癌高风险族群2档1届免费低剂量的电脑断层。台湾正做全世界第一个针对有肺癌高族数和重度食薰者提供免费体检肺癌的国家。那检查的对象大概将近5万人，将近5万人。那这5万人当中，我们找出了500多位的这个确诊的个案。而这500多位的确诊的个案，大概85%是早期的。肺癌是台湾癌症死因的第1名，为去年来看，是占所有癌症死亡人数的1/5。也若肺癌存活率较低的原因是，早期肺癌无啥镜头，这款免费低剂量的电脑断层是目前国际正式唯一通发现早期肺癌的体检工具。那这次肺癌筛检很大的成果就是它的发现率超过1%，也就是说100位高风险的人中就有1位会找到肺癌，所以而且找到的话是很有意义的，是早期的肺癌是可以治疗痊愈的。专家表示，这项体检得爱继续推广，目前体检的比率跟咱目标的10%，希望符合资格的民众得爱去体检，若准真正有异常，嘛爱和医师讨论量早处理。记者柯国山、谢桂林台北报道。Me Too 的运动继续传，有一个伫正侪间学校教册姓郑的美术教授，和学生指控讲，要去艺术上实际上哦是骗说女学生。立委嘛要求教育部成立专线，提供受害者申诉的管道，扩大调查。看着我，他说：“你不是性感，你是可爱，你是需要被珍藏在玻璃柜里面的可爱。”讲到家己遭到性骚扰的经过，被害人非常的痛苦。伊伫立委协助之下举行记者会，出面指控一位捌伫真济间大学甲美术的姓郑教授，加着艺术翕相、练习人体画图为由，性骚扰女学生，连陪伴伊同齐告场的朋友也受害。一起参与的朋友，他就说：“你才是性感，你要不要跟他一起裸体被拍？”我当下其实也是很傻眼，不断的游说要不要裸拍，要不要裸拍，甚至不用再进出厕所换装，直接在拍摄的现场换装就好。对，我觉得这点就是非常的不尊重一个人。误会专家认为，互这位龙师性骚扰的被害者真侪，多数人都唔敢讲，希望因会当勇敢站出来，也批评学校的态度伤过消极。都是10几年、20年、30年。10几年、20年、30年，这个学校里头，这个体制里头，没有任何人有机会发现这个事情吗？没有任何一个体制内的人会听到任何耳语而知道我们可以做任何的协助吗？教育部啊，我们应该要透过这个案子，严正的去思考，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加害者，
没有一个人敢透过这个制度、这个机制去发声，这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性平调查机制对于权势下的受害者，真的没有任何足够安心、信赖的安全机制。协助立委要求，教育部应该成立专线，也是专门信箱，提供受害者申诉的管道，扩大调查，唔通让被害人伫半暝啊家己哭。记者综合报道。经济部推动沼水潭人工湖的计划，要来解决南投甲中华的用水问题。也毋过环团质疑讲，施工的单位甲废土倒伫河川地，毋但影响到水流，嘛破坏石土的石好的生态地哦，这嘛有可能违反着环评的规定。环保团体 Q 报条启动咧进行鸟水潭工程的工务所表达诉求。环保团体表示，鸟水潭人工湖挖出来大量的土质，是直接囤伫咧湖溪的边啊，互河愈来愈矮。大水若来，袂付小透，土质若安尼呛入去人工湖，就会失去蓄水的功能。这款的技术也违反环评相关的规定。一夹把乌溪的井水区夹到只剩下200公尺，占据了将近一半。你在土石一定会被水冲走啊！你大水来就冲走啊！现在这样没有大水，都已经有部分地域被冲湿了。石虎保育协会也指出，这是石虎甲巴氏基鱼的重要栖地，但是自从2019年8月动工以来，当地尚无发生3起石虎意外死亡的事件，而且阁愈来愈多，代表栖地已经受到迫害。整个乌溪流域的石虎状况都变动很大，那一些没有办法之前没有记录的地方也陆续发生路杀，那我们也认为是在上游这边有很大尺度的扰动的关系。中区水主管局解说，工程使用的土质拢是为鸟水潭挖出来的，不是废弃的土，目的是为着要保护便道的安全。经过评估，对河流的影响有限。我们做的地方，它就是本来会冲刷的地方。所以它并不是因为我们做完之后造成冲刷，反而是因为冲刷我们才做这些治理工程。那这些地方刚好都在河道的转弯段，它河川是比较容易去做冲刷的部分，所以我们做的这些保护是取代，我们传统其实在这个冲刷段我们是用混凝土块来做处理。中区水主管局表示，工程要做进前，拢是照规定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拢是伫核定了后才会施作，会斟酌考虑吞吐的量，甲对环境的冲击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电动车愈来愈普遍哦，一寡百货公司、大卖场、公共场所拢会有会当充电的车位。昨伫高雄一间百货公司的停车场，有民众就看到充电的车位互占用，互伊等半点钟哦，才等到车位。车主是真不满哦，也毋过目前的规定，这种车位是优先使用，毋是专用。业者嘛强调讲，因只会当加强宣导。民众等要充电等真久，总算等到占用充电车位的人转来塞车。占用超充车位是要罚钱的啊！就罚嘛。代志发生伫咧初二，高雄一间百货公司的地下停车场，有一架无要充电的乌式电动车，煞停伫咧充电的车位。地属有充电需求的车主，敢会当伫边等。有些人太没素质，没办法。个人的那个公德心，或者是一些问题而已。事实上，依照停车场法，加油的汽车若违规占用充电的车位，会当罚600至1200块。若电动车就无规定讲停伫咧充电的车位，就一定要直接充电。佮再加上专用车位的管理办法，目前也搁咧研议，所以充电车位敢若会当讲是充电优先，毋是专用，真歹开发。那等到完备了这管理办法以后，就可以依照规定来做如果违规占用的处罚。那交通局还是呼吁所有的车主要尊重其他不同车种的使用的权益。充电的停车位上面的话，都会有一些明显的一个标示，去减少民众误停的情况发生。那我们在商场这边也会加强人员的宣导。因为目前的规范也未制定好势，百货公司表示会派人伫咧停车场巡视，协助引导民众去停伫咧正确的车位。若是发现停唔对的状况，嘛会劝导车主刷车，希望确保每一个民众停车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2021年10月，高雄的城中城发生火灾，造成40来人死亡哦。城中城已经拆掉改做公园，最近有厝边的隔壁真不满哦，讲定定有人暗时伫公园啉酒吵闹，互因真困扰。
8日透早来到高雄盐埕区的虎北公园，会当看到有5、6个人伫路边开讲啉烧酒。有请恁离开嘛，莫踮遮啉嘛。无啦，伊讲哦，莫后白谈啦。这寡民众讲因久长住伫公园附近，差不多是逐工拢会来遮。若准收大声，就有警察到现场了解可靠，毋过嘛毋捌互人歹下手，或者是赶离开过。若暗时是常常有人会往规栋咧吵闹，嘛附近的住户讲受到影响。早上或半夜那段时间经过的时候会心生恐惧，就是超出法律上的那个事情的话，那我觉得可能警察他们也比较有困难，就是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些事情。社中社大楼倒火了后，就卡掉改做公园，因为民众投诉常常有人咧吵闹，警方甲遮列做管区的重点。不过，数码团出分局长要求爱甲人赶走，引起民大不满，怀疑应甲市民当作被动。使用的人大部分都是附近的居民啊。那喝酒这件事情，其实大家要去思考的是，只是一个互动的一个方式，对啊，但是不要去。一定觉得说好像就是不对啊！当然，如果造成的环境的污染，或是说循环的部分，我们就必须要去制止它。为当时误用驱赶2字，用字遣词错误，造成误会，已深切检讨改进。警方表示，虎北公园去年10月启用了后，高达接过21件报案，其中吵闹、妨害安宁，或者是有人倒伫路边是占上济。分局长讲，掠准有人光头白日在黑白吵闹，才会要求甲人赶走。市府嘛要求分局爱改进。若确定的民众，而且社工轰炸关怀，有治安的问题，而且警方加强巡逻。记者王友婷、陈兴坤高雄报道。来看1967年，苏维良甲柯尚辉教授成立原住民的部落，记录部落的歌谣，进行大规模的民歌采集活动，收集2000多条的原住民歌谣。也毋过，原始的档案已经碰见。2013年，苏维良的德国朋友甲50来个录音盘送回来台湾，大时代团队协助整理，嘛甲这个歌谣送回去部落。这珍贵的声音档案，目前是收藏伫国家档案局。老一辈慢慢凋零，原住民的古调嘛渐渐失传。宜兰汉溪部落的牧师唱出56年前的录音带内底台语的古调。1967年，台湾音乐界2个重要的人物苏维良甲柯尚辉发起民歌采集的运动，因行达全台湾的部落，隆重采集2000多条的歌曲。这是头一届由台湾人自发性发起的大规模本土音乐保存工作。不过后来这个资料四散去，嘛收袂交全。一直到2013年。苏维良以德国的朋友，加56块录音带送来台湾，才让这个声音重新回来到部落。以及失传的一些泰雅族的古调，能够重新的回到自己的母体，是自己的部落，再重新来做诠释，其实对他们来讲，多了一份认同。今年发起这个运动的2个音乐人，拢是大师大毕业的，这56块录音带嘛送回去大师大转录。大师大民族音乐研究所的师生，嘛把这个歌曲重新载回去部落。现场就有高数百万族人的后代，为档案内底听到因阿嬷永贵的声音。那时候听到那个声音一出来的时候就，有一种是觉得原来这个就是奶奶她在讲她的声音，对我们来说就会觉得更有一个使命感，是说要把这个歌再传唱下去。大师代表示，这个珍贵的国宝，包括声音甲局部的外观，拢有做修复。转录了后，目前收藏伫国家档案局，互原住民歌谣会当好好保存落来。嘛，互复振的工课会当继续落去，希望互原住民的青年更加了解原住民的古调。记者林朴凯台北报道。明年是台南府城建成400周哦，台南国际联雅节嘛先伫台南的生活美学馆举办一场翕相老生界联雅展，展出5月到90岁台南出世，长期用镜头关注台南的联雅家作品。有人长期关心生态，有人长期记录恶地地形。5个联雅家有5个无同款的特色哦。透过因的联雅，会当看到台湾几10年来的演变，甲因疼惜故乡的心。无论是大自然景致，也是生态，每张相片拢是艺术家眼中上水的光景。台南生活美学馆参台南文化局合办翕相老生角特展，展示5位联雅大师的经典作品。其中王定杰长期关心生态保育，民国81年乌bình拿杯互台湾人开枪事件引起各界关心。伊因为安尼决心记录乌bình拿杯的点点滴滴，坚持到今，伊希望会使洗清国际对台湾歹的印象。30年来花了不少钱，但是
也为我们台湾当时枪杀黑面琵鹭的污点，有一点把它擦掉了，让全世界也知道我们台湾人非常喜欢它。一个人有一个特别的迄个特色吼，啊，甲创作的脉络吼，啊来甲揪出来啊，所以咯，5位虽然讲是5位无共款的艺术家，啊，你会看就正经5位人拢翕完全无共款的物件。特定以1930甲1940年出世的老性格为主，伫迄时阵翕相是足稀罕，洗相片步步拢是功夫。即摆数位时代翕相颠倒变甲真普遍，展览丰富多元，嘛有摄影家用镜头记录疫情甲天高节喷药的实际情形，互大家进一步认捌台南。不只是一种视觉的效果，更是一种呈现作品的意涵，从现实进入超现实的内心世界。展览拢总有140件作品，这拢是因长期对故乡有真深的感情所翕落来成果。展期到10月中，这场展览嘛等于是为今年11月的台南国际摄影节是做准备。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友善环境的建设对生态有啥影响呢？长期关心生态的林景宏，伊甲5个农民合作，设红外线摄影机来记录田附近的生态。结果有翕到12种的保育类的野生动物，嫌腔仔好嘛来参与找食食，咱做伙来看卖。二级保育鸟类红脚仔稳稳啊行踮田里咧找食，因的形影都靠红外线摄影机记录落来。按照另外一块田，翕到脏水麻豆豆啊行过。不三时，佮外头影一个。上特别的是有一只腔仔好走到田里咧找食，佮甲摄影机吸一个，才佮走开。伫上乡部分农民推广友善环境的种植方式，减少使用除农药或者是有机种田，常常传出有野生动物来食。都生态工作者特别甲5位农民合作记录影像，看卖田里到底是有偌济野生动物。这2冬来，拢总记录到12种保育类野生动物。想袂到，住伫海拔较悬的腔仔好，嘛会出现伫田里。到底是环境友善啥因来，也是讲因的生态地互破坏，高不集中才会落山？这个需要调查监测。在低海拔发现黄喉貂，有可能是因为气候或者是食物的异常导致的结果，但是因为目前累积的数据还不够多。所以还没有办法有效判断到底为什么黄喉貂会跑到田区。有这种特殊动物在我田区，是非常高兴一件。农民表示，友善环境种田城内野生动物，目前也有捌发生大规模破坏农作物的情形，动物对农作物嘛该优先。不过政府推动友善环境的种植方式6冬外来，全台湾有1000多公顷的农产加入。不过生态工作者认为，毋若是协助一寡农民推广农产品，佫需要进一步加入生态监测机制，提供环境友善的调查成果，互佫较侪农民加入友善环境的种植方式。记者张明德台东报道。德鲁区国家公园一间饭店最近饭店的大厅出现一只牛，后来嘛发现讲这是一只用要断种的一级保育类的动物赤尾牛。也毋过这款牛毋是在地的动物，台管处就怀疑讲是有人饲的，无想要饲，甲伊放驶咯。饭店的员工看监视器，看到大厅竟然有一只牛伫咧遐爬，本来就是人客袂记走的。调监视器才发现是伊家己爬入来。我们调了当天的就是录影带，他从这个地方开始爬行，然后爬到这里，我们笑称说他是来做 check-in 的。本来就是这只牛是附近山拿来，不过送去台管处了才发现是一只即要绝种的一级保育动物茶瓜牛。因为太鲁阁并不是茶瓜牛的栖地，所以怀疑是有人炸来。我们历年来从成立到现在，从来都没有关采管龟的记录，让我们很高度的怀疑，这应该是有民众放生或者是弃养。茶瓜牛是杂食性，因为栖地甲人类活动的区域真侪所在小塌，而且中国市场伫咧操作，所以多人走私真严重，野外族群愈来愈少，需要保护。目前采管龟是属于一级的保育类，也就是濒临绝种的物种，所以。民众如果有看到，不要把它捡拾带回家养，那是会有处罚的疑虑的。林务局强调，已经把草冠龟暂登记案底，经过检查，并无晶片登记，但身体状况较好了，会找适当的所在野放。记者综合报道。
目前是红黄狗这种绿浸生团的季节，台南的社区大厦就发起盐水溪护浸的行动，要来帮助有两个母浸过马路，安全来生团后一代。伫拜六甲礼拜这2天都有70外个志工来参加，成功保护6只红黄狗过车路。志工嘛发现讲，今年的母浸较细只，可能是甲生团地减少有关系。 天色渐渐变暗，大阵志工打开始集合，准备展开保护绿溪行动。目前拄好是绿溪红黄狗的生团期，台南社大伫顶礼拜6礼拜发起保护绿溪行动，吸引着70个志工来响应，成功保护着6只绿溪。去年就已经有了，好，但是我印象很深刻是那个护蟹的那个牌子，要不然平常我们看到带小朋友看到螃蟹的机会，通常都是去渔港啊，这是在贩卖，比较少看到这种。 算是野生的，对啊，尤其是在这个比较都市的地方。成功保护着绿溪是真欢喜，不过不是大家拢会当逃过死劫。当年7月到8月是绿溪红黄狗的生团期，一只会抱2抱10万粒，不过定定伫咧过大路的时阵去互车搞死，无法度顺利去海里放卵。环保团体就表示，亲像目前正咧进行的河围路5段延伸工程，就无顾虑到这款的生态需求。渔温的边坡这边做了垂直面的水泥护岸，然后这些护岸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凶狠圆桌蟹没办法爬上来。抓到的个体都明显的缩小，它的背夹最多顶多就是5到7公分左右。那去年我们都还可以发现到是10公分以上比较大的个体。 台南市工务局表示，河围路的延伸工程按算伫个年底完工，针对环团所提出来生态问题，卖招专家去会勘，结果来建议变怎解决。目前公务局在道路下面有相涵连通两边的渔温，那如果有不足的地方，我们会再请专家学者来一起检视，看如何来加强。 台南社大讲师吴仁邦认为，今年的红黄狗比以往拢较细只，数量嘛较减少，可能是受到工程的影响，生态地缩小所造成的，是一个族群生态警示。呼吁政府在检讨当地环境保护措施，伫咧城市发展的过程当中兼顾着生态。记者综合报道。 花莲的岛溪乡昨后民众发现一只台湾乌熊，亲像去踏着山猪条的限制条的，医师伫现场就先帮伊处理空喙，嘛甲乌熊送去台东的野生动物救伤中心来治疗，等来伊恢复健康，就会找时间来野放。 礼拜早起8点半，林务局花莲林管处接到通报，伫岛溪山溪海拔差不多900公尺，一个私人的嘉碧农园边啊，有乌熊掉伫咧限制内面。相关单位随做29人的乌熊救援小组进行救援。经过检视，是一只84公斤成年的公熊，肚边前骹盘关节因为和套索啊剥掉的规个正线，不过并无开放性的空喙，总头啊也无长。 野患兽医师伫咧现场进行清创手术，结果后送到台东地上的东部野生动物救伤中心，暂时留意观察伊的伤势。这个个案呢，是一个非原住民通报的一个个案哦，显现在黑熊活动的热区的居民呢，对黑熊这个议题呢，已经有相当的认知，有愿意也积极协助通报。花莲县政府呼吁农民防治野生动物破坏农作物，唔通用叶啊。 或者是山猪条，会当用有电木器的电网，唔但是会当防治台湾猕猴，会当当山猪、山羌、甲台湾乌熊等野生动物入侵农园，破坏农作物。县政府按照设置面积的比例，会补助资财费3/4。若是无水利去掠到，或者是伤到保育类的野生动物，只要随通报协助救援，就袂被追究责任。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云林的水南有一个野豹生态馆哦，最近登出世界各国的生态专家，为着野豹生态地减少，打造适合野豹生动的野豹厝。各个野豹厝哦，设计拢无啥相共，咱嘛做伙来看卖。用茶做的厝建伫咧2米悬的所在，原来这毋是要互人住的厝，只是做好野豹生态的好所在。云林水南黄金野豹馆。 收集全世界无共款的野豹厝来办展览，透过特别打造的人工厝，
也无就会当加一大堂休困。因为蝙蝠呢，它会居住的环境呢非常的多变，不同种蝙蝠呢，它会选择居住的环境就不一样。最常见的就是木头打造的蝙蝠屋之外呢，我们也有砖瓦式的，那甚至有一些麻布，甚至一些天然的叶子。甚至有一些国外的呢，是专门特地为蝙蝠打造的比较高级专业的冬眠式的蝙蝠屋。也无本地拢会住伫厝顶、棚空等所在，毋过受到环境开发的影响，也无通安心生团所在是愈来愈少。生态馆的馆长表示，起厝户也无大，毋但会当帮助因汤后事，也无介意替人类食饭汤，就亲像也无做啥工换休梅共款1.2个。就是我们帮他盖一个小小的一个房子啊，邀请他来入住，然后他入住以后，然后晚上再出来帮我们吃掉一些老人的蚊子，所以这就是一种所谓的邀请蝙蝠来打工换宿的一个概念哈。我们2023年的一个监测里面，黄金蝙蝠生态馆的周遭的这个村子里面，黄金蝙蝠的数量大约有40只上下了。今年的5到7月是夜泊生团的季节，生态馆提醒民众，若伫徛喺附近看伫夜泊，尽量莫去甲交叉。互因会当伫即个土地好好啊生活。啊，若黄金夜泊馆的展览会一路展到9月底，若是有兴趣的民众会当到云林水拿耍一撮，做伙了解夜泊的生态。记者综合报道。气候变迁造成极端高温、可旱、做大水哦，气候异常的危害是真严重。咱来看泰国南部离首都10公里的一个渔村，因为海水一直升悬哦，造成庄头特别河水淹掉了，真侪人拢搬走。当地学校哦，嘛因为只剩4个学生，即马嘛特别关门咯。囡仔拢坐落来啊，准备要上课，不过算算的，教室内面只有4个学生。因为愈来愈多村民搬走，无久了，泰国这间小学就收袂到学生。มีเพื่อนๆก็หลายคนอยู่ครับก็มีประมาณพวก20-21 คนนะครับตอนนั้นหนูเรียนเด็กอนุบาลนะครับ这间小学是伫咧一个渔村内面，离首都曼谷才无到10公里。不过因为气候变迁，慢慢被海水淹去，而真侪村民搬走，闪避气候灾难了。即马渔村内这个村差不多200人，全泰国差不多1100万人住伫咧沿海地区，大所在拢被水淹去。ไม่มีแล้วครับไม่มีแล้วเนื่องจากชุมชนเราหมดพื้นที่ที่จะถอยร่นแล้ว。村长真无奈，讲这1家子的时间，村内土地就被海水侵蚀，甲村无偌济。联合国气候专家讲，30几年来，全世界海平面上升的速度上悬到25公分，速度也搁伫咧加紧。热带地区影响上严重。泰国各地最近这几年受到气候问题困扰，今年就已经出现过几落变40度以上的极端高温，若不是可旱，就是做大水，每年交替侵袭。像这种情形已经出现伫咧真侪国家，明来减轻气候变迁的影响，是咱全人类共同的问题。公司新闻牛眼编译。来看伫中国的湖南有一款流传百冬的乳酥，是一种只有女性哦才会当使用的文理，嘛是古早的女性甲姊妹仔伴讲一寡心事的文理，这嘛只有女性会当传承，算是非常的神秘咯。所以后来乳酥已经毋是秘密咯，也毋过无人全中国只有来女性方认可，会当来传承乳酥，这款文理嘛特别消失咯。写出来字又长又雅，笔触正幼，用毛笔写出来这种正精致佮柔美的文字，是中国湖南省江阴地区流传百年的乳酥。过去这个伫咧女性之间传承，有正神秘的色彩。Unlike Mandarin, Nushu is written in a rhombus shape. The characters are elongated, the lines are gracious like a woman. There are only 4 basic elements: dots, then vertical sloping and arched lines. 一个女性做伙唱秀，嘴内唱的是女歌，互相讲家己的心情。女书是表演的文字，若要了解女书，就要会晓当地方言。所以过去几落百年来，女书这个流传伫咧江阴地区附近，一直到1982年才意外被发现。专家认为，女书和农村的妇女会当表达因家己的观点，展现甲顶流阶级无同款的女性样貌。嫁唔着翁，大家大官苦度，翁死了无兄儿，这个被写来女
女士是伤心加痛苦的记录。 Here it reads, "My sister is married. She no longer lives with us.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see her again." 在古早时阵，男尊女卑，女性无法度读书，江景地区的女性就靠着写一个手巾啊，甲线顶头的女士甲姊妹啊互动，无论是祝福或者是诉说心情，拢真私密，男性无法度知影。 Once she taught me how to write it, I could teach it to my friends. We were very careful not to talk about our writing in public. The boys didn't know. 伫咧文化大革命的时阵，女士互人讲这是妖术，就愈来愈衰亡。再加上现代女性拢会当受教育，唔免搁再学习女士，所以这种古老的文理要赶紧保存。 It's not as easy as Mandarin characters, and even though I live here, I don't speak the local dialect very well, so the songs are difficult to pronounce. 即马伫女士博物馆内面，除了用展览片来介绍女士，也继续替当地女学生上女士课。不过，虽然女士无搁再是秘密，但是全中国有完这个6位女性被认为会当做女士的传承人，女士的传承也是有危机。公司新闻两岸编译。 去餐厅用手机点菜哦，是愈来愈普遍，尤其是疫情以后，真侪餐厅嘛拢引进手机点菜的系统。也毋过民众哦，嘛是真袂惯势。巴西政府最近立法要求业者针对一寡无手机，还是讲袂惯势使用数位科技的民众，应该嘛爱提供伊传统的菜单，所以来维护所有民众的权益。 巴西里约热内卢老在山坡街区圣特蕾莎街边的奥图小馆，将老店用入新科技，桌边有 QR code， 人客扫码点餐，真紧小烫台餐点的程度。另外一间团3代高美滋酒吧，态度地板价，请白写字的服务生快速传统老牌作风，业者坚持不用扫描科技，无怕算换，有图有字高高的菜单铺啊。 面对时代演变，安怎点餐，人客拢有因介意的所在。O que você prefere? Eu prefiro o cardápio físico, antigo. Primeiro, porque deixa a gente longe do celular. O QR Code faz com que a gente traga o celular para a mesa e tem que ficar olhando no celular. Aí o celular vai te distrair para outra coisa. Eu prefiro o QR Code. Eu acho que é muito mais prático hoje em dia. Você consegue acessar pelo celular. Normalmente tem mais fotos. O cardápio acaba ficando muito antigo. E as fotos às vezes nem existem, então eu prefiro o QR Code porque você consegue. 对经济业者来讲，电子菜单有伊的优势，和追求菜色创新变化更较简单。一项调查发现，巴西已经有38派餐厅用扫码数位菜单，有1/4的业者拍算对咧做。Por exemplo, eu adicionei agora o cardápio comida japonesa. Se eu tivesse 50 cardápios físicos, eu teria que adequar 50 cardápios físicos. Então, o que é no digital, você vai ali, alguns minutinhos você fez. 里约酒的立法者烦恼全民数位化的世界，会失去对传统的尊重包容。最近通过一项法案，要求餐厅酒吧按回无智慧手机或者是无想要扫码顾客提供实体菜单。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 华岛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咱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
了。